我如今已有肌肤之亲，你已经是我君王府的人了。老规矩，赢的人呢可以问一个问题，输者必须如实回答。小琴定然，全力以赴。欲铸3分，前求一寸。雪池蛙是我问你，问吧。我今日啊，看你目光灼灼，一直在傻笑，是不是和那个小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说，你们进行到哪一步啦？哎呀，没有啊。老实回答。啊，就那个。那个？哪个？就是亲嘴嘛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继续。4起3落，升级2凤。两虎吞蛇，该我了。帮主，你既然觉得亲嘴不算什么的话，那我问你啊，你亲过几次嘴啊？是不是都是同君王？去他的君王，谁要跟他亲嘴啊？哦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哎呦，肚子好痛！哎呀，注意你的举止。我有什么举止啊？我的举止跟你冰着的脸一样，习惯了。怎么，不开心了？哼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朋友不能交，生意不能做，现在我连生气都不可以了。你对外人有说有笑，对我就剑拔弩张。你可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什么身份？这个身份，反正啊，他长在我的肚子里，我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银城的下九流头头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有无数双眼睛看着。他们爱看，便让他们看去呗，他们管不着，你也管不着。你我如今已有肌肤之亲，你已经是我君王府的人了，你说我管不管得着？所以你现在是以夫君的身份同我说话？你最好这样认为。一会儿我派人送来安胎引子，今日喝不完，明日就2碗。姑娘，君王又教训人了。神气，管东管西，还真当自己是孩子他爹了？嘘，小点声。本来就是，本姑娘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那你们没有那个？虽然我那天晚上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是我明明白白看到床上没落红。那君王他会不会发现啊？哎呀，只要这个不被发现就没问题，至于其他的不忍了。